欢喜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徐薇，今天带大家上客家市场买菜哦。第一句话，高丽菜一斤多少钱呢？高丽菜一斤几多钱？高丽菜，高丽菜好吃哦。高丽菜一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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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多少钱呢？几多钱？哎，这个句子非常重要。几多钱就是 how much？ 几多钱？哎呀，一斤60块钱，一斤60幾元，60幾元，60就是60，幾元就是60个银元呐，就是60元的意思。哎呀，台风过后很贵耶，风财高，风财就是台风，风财高就是过去啦。抢菜，抢菜就是所有的青菜都叫做抢菜，很贵哦，贵就是那么的贵，很贵哦，那么的贵，没关系，番薯叶比较便宜，番薯叶较便宜，番薯叶就是番薯叶较便宜。你爱买豆么？你要不要买？就是买豆么，买一些好不好？番薯叶较便宜，你爱买豆么？要不要买一些呢？确定番薯叶较便宜吗？徐薇的妈妈说番薯叶现在很贵耶。来，我们看一下示范演出。高丽菜一斤几多钱？一斤60幾元。红菜糕，青菜按几个？番薯叶较便宜，爱买豆么？买对的，买对的，强用啊！再见。